好，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新北市万里有一档烘番卖，讲真好食，生意真好。也毋过最近有网友来质疑，讲一岁的烘番卖竟然要200多块，实在是贵甲伤无款咯。啊，店家来回讲，这个番卖拢是经过严格挑选，而且会先称重报价效，消费者会当接受，才来开始烘。也就是讲，这个买卖双方拢是欢喜甘愿的。 番麦先放伫乌色高温的石头中，慢慢啊翕无熟了后，再搁用烘的，搁抹一寡特chế酱料，互这个芳开愈来愈高，6分钟后，烘好的番麦就使烘出来啊。莫山嘛，你的234，还314。 外口咧落雨，感觉乡亲真热情，排咧伫买。这间烘番麦店是真热游客到新北万里的是一定会去的所在。因为最近就网友咧讨论讲，这一支超过200块，已经超过全台湾烘番麦上悬的价销啊。如果有些人觉得可能排队排很久啊，然后价格又这么贵，那也是可以选择就是不用去购买，或是说就是尝鲜看看，吃一次、吃1、2次就好了，也是可以。3支哈来。 安尼440的才会。哪称重哪报价，对着这个价销引起争议，头家嘛有话要讲。先称重啊，然后金额可以接受的话，我们就做买卖啊。称是连皮称还是皮发？没有，我们都是批发价才称的。哎，那很公道呢哦。头家强调讲，因用的番麦拢是经过严格客造的农产品，品质口感拢有一定的水准，事先卖讲价销，人客会当接受，才会开始做料理。 价销敢会伤贵？敢有这个价值？敢有想要买？这个答案就交消费者来决定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